噔噔噔噔噔。取证几个，这个取证，大堂取证，大溪取证，两个取证，还有取证太多了，连那吴家木的孩子真正也叫取证。屁股顶他，走哪里去不去？啊，要去，要去哈。我开车去吧。开车吧，开车嘛，他报了个大巴车了嘛，报个大巴车哈。他报了个大巴车，哦，那就坐40个人。那我们就一起嘛。我不晓得我说我没确定，我想开车，他说的还有芒果有几个，我不晓得他们，我说还有15号，还不晓得嘛，不然喊你到时候联系嘛，到时联系吧，啊，主要回来不好，回来你们有些人他不晓得就回来，说你大巴车方便了，你去好去，转来就不好那个。要得，到时候我们联系嘛哈。好。亲戚的不去也不好意思嘛哈。对，没得好远，没得好远，人家讲那边7、8个小时。他在县城里面，宾馆那都弄好了。好了就好。那我们就去嘛，那不去也不好噻。哎。那边去银座那边要正常开6个小时，但国庆期间应该是8个小时左右，快8个小时左右到他们家。雅江嘛，到雅江县城，然后之前那个前几个月，前1、2个月，那个高速被泥石流冲毁了，10多个人那个隧道现在基本施工，赶在国庆期间应该通车嘛，可以通车，好像可以通车。高速通车的话就快一些，没通车的话呢，应该就是8个小时以上，只有400、500公里不到吧。是蛇报恩了，哎。这都到不也比赛，这把都中有比赛，也有你那些行动，也有些什么让走，这是来。好啊。他叫啥名字啊？应该是啥让错？是9代丢了。哦。
打让错，打让错，这个学的，卡的地方就输。我靠！我买了音箱又搞忘拿了，放到家里面每次搞忘。主要我这个音箱声音还是挺大的，有点大。后面是罗尔桑纳在拉错的旁边。老伟跳起。老五老六，不下，跳错了谁说嘛？没有人说的吧？藏族锅庄舞、藏族舞，现在融入了现代的人的元素，主要是全是年轻人。你看里面第一圈，你看有多少老人嘛？基本很少。错，九寨的九寨有个九寨一个团队比较有名的叫啥？什么一什么舞啊，云舞啊，他们团队4个字的，有6个人吧，几个人。
跳左翼嘛，左翼。还有几分钟，应该他们 U 盘那边准备的一些。这热吧香。这是新的嘛？昨天晚上那个拉错他们了。青龙这啥？昨天晚上跳过。还要跟他聊天儿啊，还要跟他聊天儿，还去。你知道有句小诗不？你知道他是老师，你知道吧？不是有说过吗？啊，对，幼儿园老师，你是小学生。问吧，他是幼儿园的，他什么都管。对，他什么呀？他什么都要管。他什么时候教人啊？每天都要教啊，星期五、星期六，或星期六、星期天不教，就跟你们放假一样的。平常周一到周五。跳啊，他学新的会跳，这个都新舞。会跳吉祥爸爸。对啊，他会跳，都会跳。我也会跳。对啊，基本上看一次就会了。他们看一次就会了。
昨天晚上跳过一次，叫啥？青龙出海吧？青龙啥？可忘了。这放了一个老的呢，等会儿。这个好像没有演唱的，这全是音乐。哦，有啊有，可忘了，有一个是没有人声，全是音乐。还有对，我看到你聊天了。这个位置啊不好，你只能拍个几分钟，知道吧？拍几分钟，因为这么多人一圈儿，你拍这几个，前面就6、7个人，后面一圈，像美少女团队那些都拍不了。所以说随时流动的，想这么拍就怎么拍，不要固执的那种，是不是？因为你随时会走动啊。因为你前面一直拍，别人看就这个几个人在跳，还有那么多跳得好的，不能展示出来就没意思。比如说这种新歌的话，就可以在前面拍一下。如果每天都跳的一样的，没什么新的，就没必要这样。你就停在这个地方，让他们慢慢走过去也可以，因为它是圆圈舞嘛，它只要从你面前一个一个的走过去，也可以不动。还有就是每一首歌的那个，就是因为你现在知道怎么跳的嘛，然后男的跳得好，女的跳得好，你自己知道，所以说你肯定取景都不一样，不是每一首歌全部都在前面，只照这几个人肯定不行，因为我们是每个人都要照到。都没坚持下去，跳太累了就走了，那我就在旁边看。这些小朋友看嘛，对呀。
这个就来不及了，太长了。这个是第2段。比较老了，这几年应该很多年了。这个我们有点在旋子的味道。还有吗？还有啊。太长了这个。还有啊，太长了。这连长相当于。这是第3段了，这第3段了。啊，这个太长了。哦哟，9点半了。这周末嘛都是，9点20多说嘛，那这一条。啊，每条都。星期六。可能不对。那一方要9点半。看你们那方去了吧？没去，走去车停那儿走过去，也本来没热，你过去全都是汗，都跑的没得必要。要不要到那方去啊？主要是来回跑，这边是好热嘛，30度7。这个更火，基本上。那一方底下西药他们那里。西药咋下午？还有就是有洗错那些。做干嘛2姐妹嘛。再跳啊？还跳个作业吗？没有时间了。哦。那结束了。结束了。结束了。结束了吗？哎，结束了。9点半了。他们2个要跳那个。哦，他没穿那个，没穿丈服，他穿便装。我可以一个人拍个视频。可以，在那边都可以拍啊。他们对面那边就知道那边每天都有。我会来的。他每天那边都有跳舞的啊，就在这儿玩嘛，一起都要拍。我不认识他们。没事，他都可以拍，都可以拍。他们没有分那个，他们都可以。对，你们也可以啊。哦，想起来了。他就在勾的。有沙巴州的。拿回去吗？他们等会儿都要过去，像玉珠他们都在那边跳。对，你们就一起跳都可以。他们很多有摄影师，很多随便拍都可以，都一起，都一起很多。应该对天天直播吗？对啊，都1年半了。